唔知你乡亲捌骑过共享机车无？虽然讲真死行，也不过伫台北市时常看到人违规停车，也有真侪人想要找无车，后来才发现讲，互人停伫厝内，家己共占用去，影响到后一个使用者的权益。那这款情形要安怎处理？业者讲，若是你发现讲有任何违规的情形，会使先翕相，透过 App 还是电话通知业者来处理。根本没有停在停车格。想要做共享机车，对 APP 的地图来到指定位置，佮选找无车。原来顶一位使用机车的人，无照规定停伫停车格。而且被开单。这台机车嘛同款，停伫大楼下面，而且佮被开罚单。像这款的现象，其实伫共享机车愈普遍了后，到处拢有看到。共享机车原本是要让民众可以以租代买，不过很多使用者没有依规定停在停车格，反而是违规停在自家门口。为了方便违规停车，有的人是停伫大楼的顶仔骹，无停伫机车格内面。嘛有人买物件就路边乱停，这拢是违法的。甚至也阁有人是将机车停伫因兜的这铁门内面，互下一位的使用者根本拢找袂到。找到那个地方，然后找到那个点，到那个现场的时候，发现没有车子，然后有担心他停在住户里面，然后可能会就是有点像侵占这个机车，然后影响到下一个使用者的权益。网友伫网络上嘛反映 App 限售机车通做，但实际上来到现场却找无机车。遇到这款的情况，业者建议会使翕相了后，透过 App 或者是电话反映。业者嘛会透过这使用系统，对无依照规定的使用者开罚单。同时嘛呼吁使用者，希望大家爱加一分的同理心，甲租来机车按照规定停伫停车格，唔通甲共享机车的方便，被无守规矩的民众当作随便。